Round one. 你最中意歌手係邊個？玩你討厭邊個明星？係你成日去邊啲大餐廳食飯？補習社，你成日睇嘅 YouTube 係咩？翻工 Round two. 你最中意運動嘅邊個？等機，你中意邊一個手機品牌？聽朝你最中意嘅 AV 女優叫咩名？顏色筆，你嘅寵物叫咩名？出嚟玩你嘅偶像係邊個？你成日去邊間超市？瞓覺你成日用邊部電腦？書包，平時玩咩嘅？直播 Round three. 你中意邊個新聞機構啊？蘇學堂，你嘅前男友叫咩名啊？不煩 eRecruitment.Asia 亞洲在線招聘係持牌職業中介所，我哋為客戶提供本地同國際招聘外包人力資源，覆蓋地區包括香港、內地同海外市場，為企業咧就提供全面嘅招聘解決方案。詳情請到 www.eRecruitment.Asia 了解。邀請大家訂閱 D4 Culture 頻道，我哋除咗 AI 動畫笑話，仲有綜藝、短劇，另外多謝以下贊助商，下次再見。